股票技術分析點樣配合行動式投資學習法？我哋嘅課程會透過模擬實習戶口，運用100萬自我實習，由羅 Sir 教你投資過程嘅每一步、每一個分析技巧同埋每一個策略部署。想體驗下行動式投資學習法嘅好處，就快啲嚟報讀股票技術分析速成班啦！5月7號星期一有夜晚班開課，歡迎網上報名。智財 TV 港股走勢話你知嗱，美股嚟講雖然咧4連升嗱，但係今日港股方面咧都高開喎，高開149點，不過高開之後嚟講咧就反覆上落，咁直至2點之後嚟講咧就發力再炒高嘅，今日嘅高低波幅嚟講咧有216點，恒指收市價21,094點，就上升咗咧353點，成交方面咧就減少咗啦，得返426億。嗱，後市點樣變化咧？先睇圖表先。今日嘅大市方面咧，表現咧又幾好嘅，嗱，差唔多去到低開啦，高收咁滯，咁啊升幅有353點，唔錯喎。不過可惜有樣嘢，成交量咧就減少咗啦，得返426億。嗱，呢個咧係個缺點嚟㗎。咁有人話咦，好似升破咗阻力線咯喎。嗱，我哋所謂破阻力線嘅意思點樣咧？嗱，呢部分一個嘅下降嘅軌道，好呢度咁樣，嗱呢度係破咗嘅。咁不過記住一樣嘢，破咗之後嚟講，未來呢度咧有阻力，呢度有阻力。咁所以現在嚟講咧，入貨嚟講咧，唔好話太多啦，因為點解咧？最重要成交量少，同埋咧嚟緊呢2個位有阻力位嘅。咁所以現在嚟講咧，要入貨嘅朋友少少好啦，唔好咁多。嗱，話名嚟講咧係破咗呢個下降通道嘅。咁有時話個別股票裏邊有邊啲留意得到咧？嗱，有一隻672。嗱，672嚟講係一隻咩股票咧？就係一個嘅眾安房產股票。嗱，咁係一隻國內嘅房地產開發啦、租務啊、酒店管理嘅股票嚟㗎。呢個股票嚟講，你見到咧，其實近期嚟講咧，好多一個陽燭。嗱，喺個底位方面，嗱呢度嚟講咧，底位差唔多咧8毫9子。咁現在係碼嚟講咧，我哋有時所形容咧就叫撈底嘅。嗱，不過呢隻股票嚟講咧，今日收市嚟講就9毫7子。咁啊跌咗幾多咧？0.01，跌咗1個%。不過呢隻股票嚟講咧，成交量咧係好少嘅。今日做咗幾多咧？係33000蚊。嗱，咁成交量好少嘅呢隻股票嚟講咧，如果大家中意做一啲嘅另類選擇，嗱呢個可以留意下嘅。咁勝在嚟講咧，佢有個底部，咁同埋咧近期咧以陽燭為主，不過缺點在於咩咧？就成交量咧就十分之少。嗱呢個咧大家留意下啦。咁好啦，咁個別啊睇到一個大行嘅報告有咩留意到咧？嗱今日睇翻呢個啦，花旗提及到咧1898，咁啊中煤能源嗱咁佢咧就提及到咧就維持一個中性嘅業績咧就負預期。嗱，呢啲股票嚟講咧，留意下喎，平均線嚟講咧，其實啱啱咧掂一掂啦。嗱，有突破跡象嘅呢度係嗱，有個大陽燭，有個平均線嘅突破。咁所以呢隻股票嚟講咧，留意下個動力上咧都會有嘅。好啦，另外啦，咁呢個咧就220，咁呢個咧就叫統一企業中國。咁啊，大摩提及到，咁啊反映翻嗰個銷售動力目標價睇幾多咧？就7個2。嗱，呢隻股票嚟講由底位上到嚟，其實升幅嚟講咧已經唔少噶啦。嗱，有貨嘅朋友嚟講咧，其實正常地咧有食就食咗去先。不過如果你話真係買咗貨嘅朋友，發覺現在嚟講，咦，當中係想再食得盡啲喎，嗱要計數啦。計數係咩意思咧？有時候你買咗股票，咁希望梗係想賺多啲啦。但係你計翻數落翻嚟幾多要走人？嗱，有時候你會計翻，一旦由呢個起步點到高位落翻嚟幾多去走人咧？嗱，有時會計黃金比率啦，有時計翻回吐嘅百分比啊。嗱，呢啲要因下嘅數字嚟㗎。啊，咁正常地度落袋先。不過你想搏嘅唔係唔得，不過你預翻落翻嚟幾多要走人。嗱，咁呢個咧你用個計算程式啦去預翻樣嘢㗎。咁有時做買賣呢啲咧都要去明白到㗎。咁今晚嚟講咧，美國有經濟數據公佈喎。嗱，3月份嘅一個個人嘅收入同埋個人開支。咁呢個數據嚟講，如果有所增加、有所改善咧，對股市咧係有利㗎，大家要留意下啦。